咁呢一場係我哋爆旋同 X 一船入圍真有騎士杯嘅摩打賽。咁首先第一個 Bear One 列沙倫甲360 Bear Two 鳳凰飛翼170，雙方選手請準備，請檢查我。好，雙方選手請準備，摩打賽睇場 Battle One Ready 3 2 1走，睇片。好 ，Bear One 列沙倫甲持久勝利1分。第二局 Bear One 無師幻象960 FB，Bear Two 長空天馬360，雙方選手請檢查。冠亞賽第二場 Battle Two Ready 3 2 1走。Bear Two 長空天馬衝擊勝利2分。好，第三隻 Bear One 鳳凰飛翼160R，Bear Two 列沙倫甲160 LO， 雙方選手請檢查。唔好意思 ，Bear Two 160 FB。冠亞賽第三場 Battle Three Ready 3 2 1走。Bear One 鳳凰飛翼擊爆勝利2分，暫時比數係3-2。好，第四局 Bear One 列沙倫甲360 LR，Bear Two 列沙倫甲160 FB， 雙方選手請檢查圖畫。真爆咗我爆咗！暫時比數3-2。好，第四局 Battle Four Ready 3 2 1等等，費事有真有場場都要睇。好勁喎！人第一啊！有冇神啊你？我想要天喵。我想要。我哋用咩 LO 啊？本身上 LO 啊。Bear One 列沙倫甲30 LR 極限衝擊勝利3分，咁總比數6-2，咁5號選手運作起成為我哋今日真有其事。